哋就嚟坐呢架古董車，一秒帶你翻返去60年代。今次同朋友 book 咗呢一架1956年雪佛蘭古董車一日遊，司機阿張喺墨爾本市中心 pick up 我哋，然後就出發去爹地朗啦。呢架古董車踏入今年啱好70年歷史，喺美國買完之後船運過嚟，而且仲要不停做例行檢查，先至可以保養得咁好，正常運作。呢個團係會帶我哋坐住呢架車遊覽成個爹地朗。第一站嚟咗呢個 garden， 我發覺我真係第一次嚟。因為做咗旅客模，同朋友一齊遊覽呢個爹地朗，其實發覺都幾開心㗎。然後就繼續出發去下一個景點，睇到好多鸚鵡。之後莊仲帶咗我哋嚟呢間英式茶室，坐完架古董車飲呢個英式紅茶配呢個 scone， 真係發覺自己成個貴婦咁。最後就去咗呢個 Sky High， 可以飽覽成個墨爾本市區。我嚟咗墨爾本咁多年，有好多地方我發覺我完全都冇真正欣賞過。回程嘅時候坐住呢個古董車喺墨爾本市中心行走，真係有種既熟悉又陌生嘅感覺。嚟墨爾本旅行或者身處喺墨爾本嘅你又會唔會想同朋友 join 呢個 tour 呢？呢個團可以喺呢一個澳洲嶄新嘅旅遊平台 Local Mango 度揾到。留言古董車，我即刻 send 呢個 tour 條 link 俾你。